咱国内投资无有期的遐尔好，主计总处第三季的经济成长率是降到2.32%，这是比8月份预测的2.54%减0.21个百分点。那第三季的 GDP 嘛继续调降，规年的经济成长率嘛对8月份原本是预测讲应该有1.61%，即嘛是降到1.55%。经济成长率啊，那个你认为能不能保1.5啊？是不是1.5？我们是乐观期待啦。9月出口转正，中期连续12个月负成长。国发会所发布的景气电号也转有下定。主计长朱德明表示，今年 GDP 保1.5是乐观期待，不过国内投资动能冷冷，资本形成明显不如预期。主计总处下修第三季经济成长率是2.32%，比8月预测数减少0.22个百分点。今年经济成长率也为8月预测1.61%下修到1.55%。第三季可能还是步调是有点放缓。那至于说投资是不是真的表现得很差？那其实我们认为基数高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对，因为投资从107年开始到111年，已经连续5年的扩张。当地全球主要央行升息，全力对抗通膨的同时，日本央行却继续坚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面对日本甲国际市场带来压力，日本央行伫货币政策会议讨论调整息利率曲线管控政策。高温10年期日本国际息利率升到1%以上。面对货币政策慢慢转走紧缩，对此国内学者认为，台湾伫机械甲工科技产业甲日本某种程度伫海外市场是属于竞争态势。那日本央行宽松货币政策有所调整，会有利台湾出口。先前的这种便宜的日元，其实就是让我们的机械业者承受很大的压力，价格竞争优势就没有了。那如果说日元呢能够在未来的这个汇率走势有一些修正的话，那其实就是说给我们的机械业者有一些喘息的机会。另外，市场预期亚洲央行伫未来6个月内会升息，原因是美金走强加油价起。台湾央行监视会伫明年第三了后中期升息，引起关注。学者认为，为一般的无形掠算来看，明年第三了后到5日空期间，国内物价较无超过2%可能，所以央行暂时无升息机会较大。记者综合报道。